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在主日的下午，让我们一起用歌声来颂赞我们的天父上帝，他何等的信实伟大！就算人事物都改变，但是他慈爱永不改变。你也信心不单。
多难跨过去。主给我们的应许，相信他一定会成就。只要我们愿意将一切都交托给他，必定可以得到平安。因为主是平安。主是平安，他于心中成长到他。主是平安，主是平安，主是平安，他于心中成长到他。但是时时刻刻我们都在学习如何交托我们的忧伤烦恼给上帝。但是只有信心，相信他一定会赐下平安。He is our peace.